首先咧，多謝 HKPC 嘅邀請啦，成為我哋嘅出海合作夥伴啦，參加今日呢個活動，東盟透視商機啟航。但係唔同嘅企業喺唔同嘅市場係有一個獨特嘅優勢嘅。個唔同高新科技嘅產業咧，都係去緊泰國呢一個東部經濟走廊。例如 AIDC 咧，頭先講者有分享過啦。做呢個 AIDC， 佢而家咧就唔係淨係做東盟市場，佢嘅 AIDC 係服務全球嘅，因為相對政治比較穩定啦。咁大家都好值得探討去發展嘅東盟市場，幫大家咧，你知道如果喺泰國開公司就有5149呢個法規啦。咁如果你找對門路，我哋對澳泰國咧，可以幫大家係 under 一個自貿區嘅政策，可以100%持有你嘅公司，咁咧你就可以行穩致遠。舊年就即係認識咗對澳泰國啦，愛新事物、消費力強，以及東南亞呢個市場。泰國佢哋嘅年青人嘅消費能力好強，同埋好中意試新嘅嘢。咁你哋其實基本上新嘅店去到嗰度間間都爆，咁啊好快就開分店。咁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咧勇敢出海咧。咁我哋到泰國嘅 Wing 啦，咁希望咧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中小企業咧，可以咧以合法合規嘅方式咧去發展東盟市場，尤其是泰國呢個市場。咁我哋可以幫到企業咧，可以100%持咧發展佢嘅泰國生意啦。另外咧，東盟嘅泰國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橋頭堡，幫助大家咧發展整個東盟7億嘅市場啦。